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白话伫圣经第683页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诗篇105篇1节到11节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，着用伊吟诗，用伊唱歌学乐。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就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，找耶和华的人心内就欢喜，就求耶和华甲伊的关联，常常找见伊的面。伊的路步阿伯拉罕的后裔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孝念伊所做奇妙的事，甲伊的神业，甲伊的喙判断的话。伊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全地拢有伊的判断。伊纪念伊的约，直到永远；伊所吩咐的话，直到千代。就是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授的传。伊阁将即个约对雅各定着做律例，对以色列定着做永远的约，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你，做你产业的份业。以上。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真实的应允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互阮讲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话，愿你成做阮一生的快乐，互阮去领受到迄个真实的应允。愿主帮咱，互阮伫以下的时间会当甲你相拄，会当甲你相亲近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顶个月6月22，牧师咧讲道的时阵，迄个题目是使命必达，使命爱达成。迄个时阵，有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讲：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你的使命是啥物？你的使命是啥物？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咱拢有上帝互咱迄个特别的呼召。这个呼召是要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。上帝伫无共款的时代，拢邀请咱人来参与着伊这个救赎的计划，而且互咱有机会甲伊来同工。那呢，咱就爱有回应这个呼召，以及为着这个使命来付上代价。那呢，要搁问一届，伫6月22甲当，你敢知影家己的使命吗？你有来回应呼召，而且付上代价吗？其实上帝互咱的使命内面，伊要互咱去回应的时阵，伊已经将迄个真实要互咱的应允，放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你敢有看到？你敢有看到上帝其实将迄个应允，拢已经放伫你的生命的中间？伫今仔日经文内面，咱看见。那105首，这是一首回顾历史的一个折学老的诗。虽然咱敢若有读第1节到11节，但是咱会当来看诗篇105篇，是咧讲上帝咧纪念伊甲咱人所立的约。那呢来看第1节到第6节，是咧甲咱讲以色列百姓爱纪念上帝伫因的民族内面。历史中间所做迄个奇妙的作为，因爱用唱歌来宣扬上帝所行过遮的奇事。伫第7节到11节，爱以色列百姓去孝念上帝甲因的列祖所立的迄个约，以及伫即个约中间所享受落来应允。伫12节到41节，是咧回忆。上帝对阿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，这中间上帝伫因身躯顶的作为。42节到45节是搁一届提醒，上帝的信息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以色列百姓应该爱有回应，爱了解上帝的信息是袂改变的，因爱有回应。那呢，咱会当对。历代志上卷15章开始看，大卫一开始为家己建立一个宫殿了后，伊阁为上帝这个约柜
备办所在，起即个众目伫迄个所在。伊派利未人伫耶和华的约柜头前咧侍奉、咧学乐、咧赞美，等等遮个，拢是要来学乐因的上帝耶和华。那呢，伫迄个时阵，因将约柜放入去了后，因就伫上帝面前献祭、献上燔祭甲平安祭。了后，大笔就奉耶和华的名，甲百姓来祝福，而且互遮个百姓拢会当领受到一块饼、一块肉，这是一个祝福。了后，大笔第一届爱利未人用诗歌来学乐耶和华上帝，所以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对11节，对第1节到11节，伊安尼讲。讲你爱学乐耶和华的名，你就感谢耶和华，求伊的名，伫万百姓中间，不容伊所做，就伊唱诗歌来学乐伊，讲伊一切所行奇妙的事，因为伊的圣的名，咱爱来夸口，追求耶和华的人，就爱来追求伊的面，甲伊的权能。伊的奴仆以色列户的啊，伊所竞选的雅各的子孙，恁拢爱纪念伊奇妙的作为，甲伊所行的奇事。所以这一切拢有伊的判断，恁就爱纪念伊甲恁立的约，为一时到永远。所以伊吩咐所讲的话到千代，就是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开始。以撒所受的抓开始，伊将即个约，佮雅各定做律例，以色列定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，我要将迦南地收赐互你，互你成做你产业的份业。那呢来看，诗人咧伫遮，伊要所发出的是要引带咱来敬拜，要互咱大家进入到。明白上帝伫即个历史中间的主权，要互咱拢会当纪念伊迄个奇妙的作为，而且咱爱伫领受到即个作为了后，咱经历过了后，咱拢会明白，咱爱伫万民中传扬咱所经历的一切。大比伫经过真侪征战了后，伊一摆搁一摆挖去耶和华上帝，上尾伊将约柜领转来。伫即个中间，大比的心中，伊咧想，耶和华上帝无互一件事是失败的，所以伫遮的敬拜、学乐、祈求，咱会当想象伫迄个时间、迄个状况内面，咱再搁一摆对经文来看，伊会当讲，伊是宣扬咧学乐上帝，恁爱学乐感谢耶和华。即句话是伫诗篇中间学乐的诗。常常咧用的，一只咧讲求伊的名，其实爱连做伙来看是，即个爱大声来学乐，就是爱大声来宣扬。这宣扬的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做遮奇妙的作为，而且爱用唱诗歌，唱诗歌的时候，配合着音乐，安尼咱就知，伫咱学乐上帝的时阵，是一件真欢喜快乐的代志。所以，伫咱每一届咱礼拜开始，咱拢会当来学乐上帝，其实迄是一个真欢喜快乐的代志。咱学乐的，嘛是咱对上帝的奇妙的作为，咱所发出对内心的学乐。咱既然咧学乐上帝的名，咱就爱知，咱爱荣耀上帝这个圣名。这个圣名就是上帝的名，代表着是一个圣洁、正直、温顺。等等，咱会当想到这上帝伊本身伊的性质。以色列百姓，就爱伫这中间来讲上帝伫因规个救恩的历史中间，因所做奇妙的代志，来宣扬上帝的好的所在。咱若要追求上帝的人，咱嘛爱时常来追求伊的面。咱毋是干那讲，我要来找伊尔，咱爱有行动。咱的行动要安怎来做？要安怎来看出来？这个行动伫你的心内，伫
伫经文内底嘛有讲，咱一生的果效，拢是对你的心所发出来。那安尼来看，你的行动是为你的心来开始。咱搁爱追求耶和华上帝的权能，这个权能，咱会当借着敬拜甲祈祷来明白上帝甲伊的权能。嘛是讲，伫咱咧回顾咱过去的历史、咱的故事，也是你一生的生命内面的事件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，你就来搁进一步去了解上帝的权能伫这个内面。伫今仔的经文内面，以色列百姓因爱常常纪念着上帝伫因身躯顶的这个恩典，伫上帝救恩的历史中间所做遮奇妙的奇事。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咧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为因所行遐的新律，比如讲对法老降临的10个灾祸，比如讲因过红海，因伫旷野内面无物件通食，无水通啉，等等遮的奇事新律的时阵，以色列百姓就爱伫因的内面常常咧纪念。所以当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的时阵，咱爱知影，咱拢是互上帝所拣选的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甲咱立约的囝儿。上帝甲咱人立约，是因为上帝安尼称呼以色列百姓，伊讲恁是亚伯拉罕的后嗣，是雅各的子孙。即个提醒因有即个特别的身份。因为上帝已经甲亚伯拉罕立约啊，所以每一个人拢已经是上帝甲咱拢早就立约伫即个内面。要享受，互咱每一个人有应允伫的。上帝所行的奇事新律，拢是因为伊要纪念伊甲咱的列祖所立的遮个约，要来成就上帝应允。那安尼来看。伊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伫立约的时阵，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百姓宣告讲：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因此，咱搁爱一解亲嘴对心内来宣认，耶和华上帝是咱的上帝。第二，咱着纪念伊的约，上帝永远坚守伊对咱所立的约，行伊所要互咱的即个应允，所以上帝嘛要求咱每一个人爱用同款的心来坚守即个约，因为上帝的约是对永远到千代，即个是永远的约。强调上帝甲以色列百姓中间，即个约是一个永远存在的，对过去、现在到未来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今仔日你我。拢同款领受到即个永远的约，即个约内面带有真实的应允伫咧。上帝将迦南地赏赐予以色列百姓，互因对四过咧流浪的即个过程中间，到上尾有土地通好徛起，互因的生命、互因的人生、互因的民族对未来有一个盼望伫咧。今仔日咱会当因为上帝的恩典。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咱带来盼望，信心运行伫咱的中间。每一年的暑假，其实拢有足侪营会伫台湾各地咧进行。每一个营会拢有无共款的目的，咱教会嘛共款有进行一个营会。咱的目的是要将福音的信息甲经济传出去，互参加的学员的生命会当得到救赎，因为安尼，教会伫暑假的营会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工，是咧回应上帝的行动。咱会当想象，伫即个时阵，对7月初开始到即马，全台湾每一个所在，拢有真侪教会咧举办营会，嘛有足侪人为国外。转来到台湾，为着台湾的福音的事工来拍拼、来付出。咱教会伫7月初有接待为北美转来遮的青年，
event 台湾，这是因安怎开始来到台湾来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？其实大约伫40年前，因就讲有即侪青年人出国留学去遐上班，因就伫遐住落来，成做遐的公民，伫遐建立家庭，有了第2代、第3代。即阵囡仔伫迄个所在大汉，甲当有的已经是高中生、大学生，英文是因所习惯讲话生活的语言，所以因就开始伫2005年开始甲招起来，甲组织起来，互因转来到台湾。除了互因当了解父母成长的一个所在以外，嘛会当贡献因家己。因转来，因搁家己付机票钱，参加即个营会的服侍。因今年一个人上少搁要交315块的美金，来参与伫即个服侍内面。每一年 event 台湾的即个带领的牧师，伊拢爱找时间去到北美去巡回每一个华人的教会，将即个异象传出去，就是要招遮的学生转来到台湾，伊爱备办教材、安排人员，啊，搁爱开足侪届的国际的视讯会议，以及相关的行政的事务，而且搁爱甲台湾的同工保持一个联络，爱明白了解台湾。才招了偌济学生会当来参加即个营会。咱教会对2011年开始接待因，使用咱教会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帮赞。伫2005年到2010年，因拢爱找无共款的所在来做训练甲带，因无法度做一个所在来做训练。所以，咱教会会当提供因一个所在，会当互因伫遮带甲训练，互因会当更较专心伫服侍进程的备办。因伫咱遮经过3天的训练了后，就差派到新竹、彰化、台南遐个所在，即日去到学校来做2礼拜英语的品格营。今年。咱接待差不多120位的 event 台湾的同工，因要去服侍大约有8000个学生，拢会带学生来决志。虽然咱无法度做伙甲因去营会内底咧服侍，但是咱伫即个所在提供因会当训练、带甲认遮的事务，咱嘛是咧服侍因。共款，咱嘛参与着因伫台湾。每一个所在内面的服侍，有几张相片，伊是因要感谢咱的。伊真感谢咱教会伫7月3号甲5号，伫咱的教会中间为伊备办遮餐点，以及协助行政事务遮的志工同工。因讲上帝一定会纪念恁所做的一切。遮有几张相片，咱来看，这是伊伫咱遮所翕的。因要结束进前。因翕的，然后因就车派出去到新竹、彰化、台南遮的所在。这是因伫新竹遐所做工，因的教学。互我上感动的是，伊拢会带学生决志。伫顶礼拜，因差不多接触有差不多5000个学生，因统计了差不多有4000个学生。决志要来信耶稣，互耶稣成做因性命的救主。其实，伫 event 来到台湾这段时间，伫因的统计内面，因每一年大约拢有引带差不多7000个至8000个学生来领受耶稣成做因性命的救主。这是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帮赞因的。伫共款因咧训练时阵，咱教会游园。咧举办夏令营，咱的夏令营对1月份就开始筹备，有同工的招募，有营会的内容要来确认，有组织分工等等。其实每一个阶段拢有拄着无共款的困难，但是因为上帝会听，
咱就将这困难一一来排除，咱就将这困难一一拢甲放伫边仔，咱会当继续进行咱的事工。才有几张相片，游员甲恁来分享。我想即个布条还佫挂伫1楼，咱出去的时阵，游员会当看到。这是咱所有的囡仔甲咱的同工的合照。今年咱有招生，囡仔拢总有148名。咱遮边仔穿乌衫遐的同工，差不多有超70几名。以及咱有为咱煮饭的遮厨房的志工，嘛超有20几名。这是咱伫2楼礼拜堂正做咱上主要活动的一个场所。伫遮所有椅仔搬开，互囡仔会当伫遮真欢喜快乐的伫遮来进行活动。这是伫地下室咧食饭，感谢总务部的志工为咱备办每一天的中昼顿甲暗顿。这是志工因的服侍的情形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我看到上帝对咱的今年的夏令营有3个应允。因为第一个应允是人数的应允。有真侪同工知影讲，牧师讲今年招生要200个人。其实伫备办的时阵，就要先确定学生有偌济人，才有法度安排甲计划同工的人数、场所、位置，啊甲预算等等遮的。伫我咧祈祷中间，我向上帝讲，今年要招偌济人。其实上帝互我领受到的是250人。迄阵我咧想，要去到桃园国小，国小的内面的教室应该是无问题，但是我要去倒位找遮济人，我就想，我就甲减一个好啊，诚做200人就好。当我咧备办今仔日的讲道的时阵，以及感谢咱的同工咧统计遐个数字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上帝讲的250人，伫即个营会中间是学员加上所有的同工甲志工，加起来就超过250人。我就甲上帝会实地讲，上帝，我信心伤细啊，但是上帝应允真正是250人。第二个应允，我所看到的是伫筹备会的场所的，伫夏令营的场所。伫筹备会的时阵，有一个同工甲我讲有一段时间，咱的夏令营拢无伫教会咧举办，遮个囡仔要搁引带因入来教会有困难。迄阵因为咱已经桃园国小来借场所啊，我就咧想，安尼要安怎要转来教会咧？要安怎互营会结束了后，互遮个囡仔搁一届会当来到教会？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当我甲上帝讲，求你备办，互囡仔会当入来教会。所以伫营会前2个月左右，桃园国小甲咱讲，因为因暑假要整修因的迄个教室，所以无法度借咱用。因为安尼，今年的营会就转来到教会内面，而且伫第5天。阮原本无要备办迄个成果发表，但是伫成果发表内面，所有同工有大部分同工认为应该互家长入来教会，所以伫第5天的下晡，差不多有60位家长嘛入来教会。我真正献上感谢上帝亲身备办这个场所。第3个应允是传承的应允，伫备办的伫筹备会的时阵。我迄日咧想，今年暑假办了后，遮个上主要的干部，因拢大学毕业啊，要去做兵，要去食头路。安尼明年啥人要来承接即个夏令营？对营会第3天暗时，阮的祈祷，阮的分享。第4天游园有祈祷分享的即个内面，我看见。教会遮的青年学生已经有真侪人会当伫明年承接起这个干部的职务，这是我献上的感谢。因为安尼，咱会当搁一届体验到，伫这个过去的这个中间，
上帝其實早就將這個恩典備辦好啊，只是咱有去看到啊無？只是有一段影片要甲大家來分享，是夏令營內面，遮個同工因所付出努力以及陪伴遮囡仔的這個過程。幫阮放映。
回顾过去，是为要看到上帝恩典伫咱的身躯顶。回顾过去，嘛当对你个人的生命中，搁一摆看见上帝伫你身躯顶遮的恩典。看到遮的恩典，咱就爱知影，爱来学到伊，学到上帝。这就是上帝早已经甲你立约，伫即个约的中间，你我已经得到即个真正的应允，真正的自由。即个真正的自由，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找咱人的上帝，伊主动来找咱。上帝是甲咱立约的一个上帝，上帝是一个用无尽的爱、甲恩典来疼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在做遮个事工的时阵，咱爱知影，咱毋是互上帝所请的遮个工人，是上帝邀请咱甲伊做伙来同工。咱是上帝囝儿，所以咱领受即个恩典，咱其实咧领受的时阵是白白去领受，毋免有啥物代价。但是恩典会互咱的生命，互咱的改变，会改变咱人。所以真正的恩典，毋但爱咱即马现在的模样尔尔。真正的恩典，伊会希望咱会当变得更较好。上帝恩典已经降临伫你我的身躯顶。然后以夏令营来讲，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恁拢是代祷者。咱每一位参与的学员、同工、志工，我想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拢有看到迄个恩典，咱拢有领受到上帝应允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已经改变了。改变了后，咱就爱来为着上帝坚固，咱来去做一寡代志。使徒保罗讲：“恁无论做啥物，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所以无论做啥物，这是无一个标准的，嘛无讲有啥物例外的。其实要判断的方法是真简单，就是你家己去认为你要做的是对还是毋对的。只要你来想，你做这项代志的目的是要荣耀家己，还是要荣耀上帝？你若是要荣耀家己，那你就毋通去做。你若是要荣耀上帝，那呢，你就去做。无论上帝将你放伫倒一个所在，你拢会当荣耀上帝的名。那呢，服侍的重点在于你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感谢上帝，互你有这个机会甲伊同工；感谢上帝，互你有这个恩典恩赐。那呢，你所做的代志，就是咱门徒应该爱去做的代志。无论你即马现在你的身份是啥物，只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相信要跟对伊，那呢，伫每一个所在，你就会当为主来做见证，就会当将这个荣耀归乎上帝。上帝应允，伫你还未回应伊以前，就已经放伫你的身躯顶。你有看见也无？你若真介意煮饭，那呢，就为着上帝荣耀去做吧。你若真爱跳舞唱歌，那呢，你就为着上帝荣耀去做吧。你若真介意去照顾别人、关心别人，那呢，你就为着上帝荣耀去做吧。你欢喜做啥物？其实这拢是上帝放伫你身躯顶真真实的应允甲恩典。那呢，就为上帝荣耀去做吧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过阮一届对你救恩的历史中间看见，其实你早就将迄个立约，甲阮立约啊，你嘛将迄